藍白運動校服，清爽短髮，略顯清潔嘅笑容喺最新一期《天天向上》校服主題節目中，身着高中制服嘅張凌克啱啱登台，就引嚟汪涵一句調侃：呢邊個係嚟錄節目嘅？分明係漫畫裏走出嚟嘅轉校生。而當話題轉向青春你係咪曾經偷偷中意過邊個時候，現場氣氛瞬間甜澀交織。呢位身高顏值俱佳嘅小生，竟當場耳根通紅，抿嘴笑咗片刻，先至輕聲坦白：有啊，隔班嘅一個女仔。佢頓咗頓，聲音溫柔，但係嗰個時高三啦，怕耽誤佢學習。嗰句說話我就硬生生咽翻去啦，一句話仿佛瞬間把全場拉回17歲嘅夏日教室電風扇吱呀轉動，試卷堆疊成山。而嗰個着住校服嘅少年將心事藏進咗草稿紙嘅摺痕裏邊。節目組適時放出咗一頁泛黃嘅情書。實物其實根本算唔上情書，只係一張從物理練習冊裏面調出嚟嘅草稿紙，正面密密麻麻寫住電場強度公式，背面卻用鉛筆輕輕塗住一行字。佢今日着白襯衫，好似窗外雲，冇署名，冇落款，甚至都算唔上正式嘅表白。張凌克睇住大屏幕上嘅證據，自己都忍唔住笑，寫完就趕緊塞進錯題本最底層，怕俾人發現，仲故意將紙角折得皺巴巴㗎。一句唔敢送出嘅讚美，一個折喺習題堆裏面嘅秘密，就咁被時間留咗落嚟。10年後嘅今日，當張凌克喺熒幕之前再度讀起呢行字，佢輕聲話：原來中意一個人真係藏唔住，連草稿紙都會出賣你。從嗰個喺錯題本裏撞心事嘅男孩，到如今從容企喺聚光燈下嘅演員，張凌克用10年時間，將一句未講出口嘅我中意你，默默升級成咗更寬廣嘅我好好，亦都祝你好好。正如網友所言，青春冇寫完嘅句子，時間最終溫柔咁為佢補上咗句號。近日，娛樂圈掀起一場驚豔四方嘅情感視覺盛宴。最美星二代沈月與當下炙手可熱嘅清冷系小生張凌克，共同為法國高端奢侈品牌 Roger Vivier 拍攝嘅7席廣告大片正式發布。兩人喺光影交織嘅夢幻場景中並肩漫步，相視而笑。每一個畫面都仿佛被鍍上一層甜蜜嘅金邊，而張凌克嗰張深邃眼眸同亮角分明嘅側顏，更喺鏡頭之下釋放出令人平息嘅帥氣魅力。呢一組大片中，張凌克以多套精緻西裝造型亮相，或者溫柔凝視，或者低頭淺笑。其出眾嘅骨相與矜貴氣質，同 Roger Vivier 嘅浪漫調性相得益彰。唔少網友直呼張凌克嘅帥係一種有故事感嘅心情。佢睇沈月嘅眼神，簡直讓人心跳漏拍。毫無疑問，呢一位新晉男神以極強嘅表現力，成為咗呢一場奢華大片嘅視覺焦點之一。而更引人注目嘅係，沈月呢一次作為品牌主角登場，唔單止展現咗日漸成熟嘅時尚表現力，佢嗰極富辨識度嘅五官明亮雙眸、飽滿唇形與流暢嘅臉部線條，更係讓人一瞬間彷彿時光倒流30載，女神邱淑貞嘅風華絕代再度重現人間。自2015年首次公開亮相以嚟，沈月就始終被大眾稱為基因嘅奇蹟。而呢一次廣告中，佢身穿定制禮服，頭戴璀璨珠寶嘅模樣，再度引發全網對母女顏值傳承嘅熱烈討論。有人直言沈月完美復刻咗母親年輕時嘅神韻，一紅一笑間皆係邱淑貞嘅影子。亦有人認為佢雖然美德精緻無瑕，卻尚未完全繼承到邱淑貞嗰種既純又肉嘅獨特氛圍感。然而，更戲劇性嘅轉折仲喺後頭。隨住廣告不斷傳播，唔少網友赫然發現喺某啲特定角度同神情捕捉下，沈月竟同當下頗具人氣嘅小花白鹿產生令人驚訝嘅顏系重疊。尤其係當佢同張凌克並肩互動嘅時候，某一剎那嘅微笑弧度、眼眸輕垂嘅姿態，都同白鹿曾經有過嘅熒幕形象高度相似。呢一次意外撞臉，迅速點燃社交媒體上嘅好奇與爭論。有人興奮推測，沈月未來或者係將嘗試更多元戲路，甚至挑戰同白鹿相近嘅都市情感題材。
亦都有人擔心持續嘅外貌比較或者係將會限制佢嘅個人特色，使佢喺好似母親、好似他人嘅標籤中難以突圍。儘管爭議未息，唔可以否認嘅係，呢一場由 Roger Vivier 牽線、沈月同張凌克共同演繹嘅七夕企劃，已經成功攪動大眾嘅視覺神經與話題浪潮。無論係星二代光環下嘅顏值博弈，定係同當紅小生碰撞出嘅奇妙氛圍，抑或係意外牽扯出嘅壯烈謎團，都讓沈月呢一個名字再一次生陷進咗大眾視野嘅正中央。喺櫻桃琥珀劇中，張凌克飾演嘅蔣艷西演技爆棚，劇中余潮唔明白蔣艷西點解要咁做，佢知道自己點樣勸說都冇用。作為朋友，佢睇到蔣艷西平安冇事就放心啦。余潮話俾蔣棠西，自己翻去就會同櫻桃告白。余潮翻到學校去揾櫻桃，佢馬不停蹄，累嘅喺長椅上瞓着咗。余潮讓櫻桃幫自己去買樽水，硬係將錢周一俾咗佢。櫻桃走進小商店，睇到咗錢包裏邊佢同余潮嘅合照，外面響起咗余潮嘅聲音。余潮並冇對櫻桃告白，佢講出咗自己去香港揾蔣艷西嘅事情，仲將路線話俾咗櫻桃。佢話俾櫻桃之後，自己嘅學業就要忙起嚟啦，就唔能夠嚟揾佢食飯啦。祝佢此行去香港一路順風。櫻桃知道咗余潮嘅心意，但係佢心裏面只係將佢當朋友。櫻桃追上余潮，將個錢包還俾咗佢，並承諾一定會俾佢買雷朋墨鏡。余潮離開之後，蔣如西嚟到醫院守住癱瘓嘅堂哥。余潮嘅話仍然喺佢心頭緊擾，俾佢不禁紅咗眼眶。呢個時候，堂嫂提住保溫桶入嚟，輕聲俾佢趁熱食飯。睇住堂嫂多年如一日嘅付出，蔣如西滿心敬佩。櫻桃風風火火咁辦好手續，整理好行李。利君師姐吵住，直說佢呢一個係冇苦硬吃，邊有女仔擠呢毛上趕住去揾男嘅。可櫻桃有自己嘅諗法，如今知道佢喺香港，若果佢再換個地址，自己怕係更難尋到啦。最近喺綜藝節目嘅錄製現場，張凌克大放異彩，人氣直線上升。採訪中，佢談及同其他藝人嘅合作，信心十足，引發網友熱議。被主持人突然要求現場飆高音，張凌克毫不猶豫就唱咗起嚟。佢先係深吸一口氣，雙手虛握成麥克風狀，閉上眼睛專注咁揾準音準。隨後嗓門一開，高音嘹亮動聽，現場氣氛瞬間被點燃。佢自信滿滿咁表示，同劉宇寧飆歌，我完全唔覺得有任何壓力。我哋平分秋色吧。展現咗對自身實力嘅自信。張凌克亦都透露咗一個小秘密，原來佢係劉宇寧嘅忠實粉絲海。喺節目錄製嘅時候，佢發現劉宇寧私下盤短害羞，同舞台上嘅霸氣形象判若兩人。有一次，劉宇寧唔小心踩到咗自己嘅衣角，爭啲跌倒。當時佢嚇得面無人色，雙手亂揮。張凌克睇在眼裏，停唔住捧腹大笑。睇嚟張凌克對同行嘅了解可謂係了如指掌。更令人期待嘅係，張凌克大方表示，佢其實一直係朱一龍嘅台腦殘粉牌。提及偶像，佢嘅眼神閃爍住崇拜嘅光芒，語氣亦都變得激動起嚟。原來張凌克最大嘅夢想就係有機會同朱一龍合作拍戲，佢覺得齊果絕對會係人生最大嘅幸運。佢仲透露自己曾經專門去朱一龍嘅電影首映禮現場為佢加油吶喊，被工作人員當成咗狂熱粉絲趕咗出去。